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家医科主任杨进洲医师，今天为各位分享一句台语：人情世事对甲搞，就爱无定甲无走。在马可·奥里略的《沉思录》中说，倘若行动漫无目的而匆忙，不加考虑、不计后果做事，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事，也不应该去执行。人情世事对甲搞，就爱无定甲无走。这句话是在告诫我们，人情交际这种非常耗费时间与金钱的事，如果我们碍于面子，最后反而会让我们自己更加灰头土脸。因此，凡事应该量力而为，适可而止。这跟《道德经》中所说的"圣人处无为之事"的意义类似。苏辙将《道德经》这句话理解为当事而为，无为之之心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